That's the teacher. That's me. Okay, should we do it? I'm nervous. Wait, let's do it.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堪記士多。哇，今日陽光普照，風和日麗，最啱就出下街。我嚟到 Biston 呢邊嘅運河，旁邊有呢個 Canalside Heritage Centre。喺呢個充滿英國歷史氣息嘅建築物裏邊，竟然舉辦緊一個關於中華書法嘅藝術展覽。喺英國睇到呢啲咁地道嘅中華文化，形成一個好特別嘅中西合璧嘅藝術氛圍。呢一個唔單止係一個展覽，更加係一個令大家打破隔閡，一齊分享快樂嘅社區聚會。睇片之前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， 撳埋鐘掣，總要用 Thanks 支持我。我哋沿住運河邊行過去運河對面，就係我哋今次嘅目的地 Canalside Heritage Centre。本身就係一個非常之值得去嘅地方啦。呢度係以前水閘嘅員工宿舍，充滿咗18世紀嘅運河歷史。裏邊而家已經成為咗呢個嘅展覽或者活動嘅會堂。隔籬嘅花園有大量嘅藝術品展出，既可以喺呢度欣賞下藝術品，亦都可以坐喺度呼吸下清新嘅空氣。我哋行入去 centre 裏邊，下層就有 coffee shop， 大家可以喺度買杯咖啡、嘆下茶、食件 cake。而行上一層就係今次嘅活動室，亦都係展覽嘅場地。呢個展覽由樂施港主辦，由 Simon Sir 同埋林 Sir 兩位導師聯合展出。入到去展覽廳裏邊，你哋已經見到佢哋嘅作品掛滿咗牆嘅四周。佢用咗唔同風格嘅字體，將中華書法嘅神韻展現出嚟。由於呢個展覽橫跨埋呢個嘅農曆新年，所以其中一批展覽咧，主要咧都係揮春嚟嘅。佢哋除咗展示呢個書法藝術之外，仲喺呢啲揮春下邊用英文講出咗佢哋嘅意思，從而令到唔同嘅參觀人士都可以理解到呢啲字面背後嘅意義。用去中華書法，其實入邊亦都有好深嘅學問，當中有5大嘅字體，展現出唔同年代書法嘅美學。例如篆書，算係最古老嘅書法字體之一，圖案對稱，充滿住原始嘅美學。隸書，筆畫咧就變得扁平啲，蠶頭雁尾，出嚟效果非常之端莊。楷書亦都係大家最熟悉，一筆一畫工工整整嘅字體。記得以前學校學書法嘅時候，都係以呢種字形作為根基噶。跟住有個行書，字體咧就講求氣勢，瀟灑流暢。最後就係草書，亦都係我哋所謂嘅潦草嘅字啦，以一筆過嘅形式寫上每一個嘅字詞，簡散結構，增添優雅同埋動感。參觀展覽嘅朋友，尤其是本地嘅朋友，睇得津津有味。你要知道藝術真係一種無國界嘅語言啊！當然講到最熱鬧嘅就梗係工作坊啦。Simon Sir 自小咧就學習呢個書法，並且曾經喺香港嘅文化中心展出過佢嘅作品。而林 Sir 近幾年亦都情迷書法，不斷咁樣學習。而佢哋擺展覽之外，亦都成為咗工作坊嘅導師，將我哋咁多年嘅書法技巧免費介紹同埋教授俾唔同嘅朋友。好多 local 人第一次咧正式咁樣接觸，第一次揸上毛筆，學習點樣嘅手勢，過程非常之輕鬆愉快。Yeah, quite good, quite good. You don't. It's fun, right? It's quite good, this one. Yeah.
有經過兩位導師嘅教授，佢哋咧就慢慢練習，嘗試咧寫上屬於自己嘅揮春。整個過程非常之有趣，佢哋都樂在其中，有一啲好開心咁樣，即刻分享佢哋嘅作品。Done a great job because it's very difficult characters It's here. very difficult. Yeah. We have concentrating really hard, like. 我都趁呢個機會寫翻幾張揮春先。哇，成10幾年冇拎過起支毛筆，雖然預錯晒位，效果都算係咁啦。呢份享受藝術嘅快樂，中西文化嘅交流，絕對係今次活動嘅重點。Good. Yeah. 活動當日亦都邀請咗另一位老師陳燕芳老師，專程呢就教授香港人寫古樸優雅嘅篆書。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，都係第一次學習書寫呢一款嘅字體。陳老師有10幾年嘅書法經驗，亦都曾經有書法展展出過佢嘅作品。佢即席教授篆書書法，讓參加者可以寫上去揮春上邊。佢亦都分享咗書寫書法嘅優點，佢可以令到人哋陶冶性情，拋開煩惱，甚至專心一致咁樣專注喺每一個文字上邊，將生活嘅煩囂通通咁樣拋諸腦後，係一個可以陶冶性情、舒減壓力嘅好活動。而到場參加工作坊嘅香港朋友喺度靜心咁樣拎起支毛筆，嘗試寫下呢種富有歷史感嘅字體，都係一個好新鮮嘅體驗。來自五湖四海嘅朋友喺呢個社區中心裏邊一齊寫下呢個揮春，其實唔單止係一個祝福，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橋樑，等本地英國嘅鄰居一齊參與，見到大家不分國籍寫上祝福同埋願望，呢種文化交流帶嚟嘅喜悅，令到成個會場都喜氣洋洋。喺呢個活動室仲可以行出去佢嘅騎樓，欣賞到呢個咁壯麗嘅風景，見到呢個咁澎湃嘅水閘，加埋各位朋友悠然自得咁樣坐咗喺度，談天說地，欣賞風景，成個人都輕鬆晒。總括嚟講，今次活動唔單止係一個簡單嘅書法展，更加係一個跨越文化嘅 party。我哋透過書法，大家揾到共鳴，亦都了解到中華文化嘅一個特色，並且將呢個書法藝術帶入嚟 Nottingham。呢個書法展就會去到2月26號。如果你都想參觀下，感受下 Nottingham 嘅寧靜，記得嚟 Canalside Heritage Centre 支持下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